隨住中港交流越嚟越頻繁，好多人都想申請返個中港車牌，但係一聽到高薪牌同投資牌呢啲術語就一頭霧水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兩種牌嘅分別，幫你揀出最啱你嘅車牌。先講最常見、最傳統嘅投資牌，核心就係靠納稅換指標。所謂指標，即係中港牌嘅申請資格。一個指標對應一架車可辦理嘅跨境行駛許可。無論你係香港定內地企業，只要符合納稅要求，就可以申請投資牌。口岸唔同，要求都有少少分別。比如港珠澳大橋口岸，3年累計納稅滿10萬就有一個指標；深圳灣、蓮塘等口岸，上一年度納稅夠15萬就得㗎啦。對投資牌而言，納稅越多，可申請嘅指標數量就越多，最多可以有3個。個人名義如果係廣東投資設立公司，達到對應納稅額都一樣可以申請㗎。佢嘅門檻清晰，只要資料齊全、納稅達標，基本上都可以申請到。只要納稅額達標，投資牌可以比高薪牌申請到更多嘅指標數量，每年交足年費就可以續牌，適合有穩定經營同納稅能力高嘅公司。再講高薪牌，可以話係新政策之下高科技企業嘅專屬福利。只要你間公司獲得廣東省嘅高新技術企業認證，無論近3年納稅幾多，哪怕暫時冇納稅，都可以直接申請一個中港牌指標㗎。而且審批更快、更靈活，最快1個幾月就可以出牌。對於啲剛起步、重心放喺研發而暫時納稅唔多嘅科技公司，呢個政策真係超級實用。但記住話，高薪資質必須要持續維持有效，因為每年續期嘅時候都需要檢查，一旦資質失效，牌照都會受影響㗎，所以會有一定嘅政策風險。如果你對高薪牌感興趣，可以通過入股符合條件嘅大陸高新技術企業去申請，出牌後可以選擇退股，所以高薪牌係好適合追求速度、低成本嘅公司㗎。依家等我哋總結一下啦，投資牌靠納稅額，企業同個人都可以申請，適合有穩定經營同納稅能力高嘅申請者。高薪牌靠高薪資質，面向科技企業，豁免納稅，審批更快，但係有政策風險。兩種牌通行範圍、續期要求都一樣，申請前需要評估自身需求同風險承受能力。揀邊種就視乎你嘅條件啦。有任何問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